日控的专题报道，今仔日要来看赖清德为民意代表到副总统的中正之路。 2020年总统大选结束，马祖嘅台南市长赖清德，伫伊所讲第二故乡赢甲真水快，这嘛是造就赖清德进入民进党接班梯队的重要关键。赖神的外号是伫个2012年天平风台来时，当时台南市长赖清德独败众议，坚持家己的想法。那因此呢，我们就做成今天正常上班上课这样的决定。 网友俄罗斯国策英明，加上伊坐高铁的尸体镜头中央夹起来病人看病，看到车祸落车关心，一直被铺上网络，声势愈唱愈悬。感谢着咱市民。 2014年，赖清德更加以超过71万票，创下6都市长7胜3的上悬的得票率，连任台南市长。我将以第一任市长所奠定的基础，带领市府团队。 打造绿色执政典范。不过任期未曾结束，中央一直甲下手。2017年9月，赖清德接行政任，希望讲延续总统蔡英文的政策，推动劳基法自修、绿色能源，通过空污法加托油政策。不过2018年9合1的选举，民进党失败，煞变成赖清德中正之路的死源。伊坚持负起政治责任，是行政院长。后来，民进党党内总统初选，煞变成蔡英文、赖清德之间上界激烈的竞争。 有一种国家领导者的高度哈，也把他请他回团队来。毕竟在初选的时候，那种竞争的撕裂在所多有啦。为了整体啊，为了更大的目标啊，大家可以来团结起来啊。我觉得这个是对民进党最大的一个贡献。初选失败，赖清德掂前几个月，也不同意出任蔡英文的副手，却又是全力以赴。 这一次就是我们开票有开赢，那我这部分我想应该就是我觉得赖副这边真的是帮了很多忙，也是一个非常照顾晚辈的前辈，包含一些举止或是说发言上面的建议，然后我觉得那个建议都是很恳切的。 只是，佫出现伫媒体前的伊，佫较稳重谨慎，甚至选后还未正式就任副总统，就已经做蔡总统的分身。 接受邀请访问美国，参加华府一年一摆的国家祈祷早餐会，甲美国总统川普共台进入北京国安会访问。新冠病毒疫情期间，伊减少公开活动，大量透过社群媒体发声，讲政策嘛讲防疫。 都是有工位的背景嘛，所以他们的专业知识应该都是足够哈。陈副其实还有做的一个很重要的是对外的宣导或沟通。我想接下来的赖副总统一定也是可以能够好好的去接任这个任务。同款有讲为专业的赖清德，50就职了后，将会顺顺接前任副总统陈建仁的抗疫角色，希望让人民更较安心有感觉。